关系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台湾太空史上的一个大进展。福卫7号伫台湾时间昨下晡2点半来发射，昨暝8点48分通过台湾的上空，预计38天后会当飞船气象资料，19个月后提悬台湾预测气象的准确度至少1成。 福卫7号伫台湾时间昨下晡2点半升空，尾暗5点23分，成功甲澳洲达尔文海外站取得地面的联系。飞机发射6点钟后，嘛甲中立台南台湾的地面站进行头一摆通联。这代表的就是呢，我们起步月7号的这6枚卫星呢，完全跟台湾呢取得到的这个联系了。赶快掌声鼓励一下，太开心了！发射呢，总算是成功的。 福卫7号伫暗时8点48分通过台湾的上空，估计38天后就会使飞传气象资料。用10档开32亿的福卫7号是台美大型科技合作案，主要工作是接替福卫3号，提供中继纬度电力站的观测资料，由6粒卫星组成的福卫7号。 被称为太空中上准的导尖2.0版，每一天会使提供差不多4000倍的气象资料，资料量是福卫3号的3倍到4倍，包括风台、梅雨等等，准确度会使提悬至少1成。19个月以后，他能够我们6个小朋友能够呢，在他适当的轨道上。 发挥它最大的功能。福卫7号估计服役5年时间，伫发射时有2区一级的火箭嘛，阁顺利回收。因为核心火箭伫降落伫海上平台时爆炸，有出火。特别的是，这摆发射任务除了将24粒无共款的卫星送到地球的轨道以外，嘛进行集体太空撞，包括日本这帮名称、富电信2个 NASA 成员等等，总共152个往生者，开5000块美金，差不多是154000块的台票。几乎随着火箭升空，嘛变成对太空的另外一种追求。